最上前这个数天王天呐，数天王天，咱若这个这些咱若去甲研究，我用苏美版的数周位啦吼，所以叫数天王啊。所以咱若去讲着吼，讲是迄个数天王吼，数在天王啦吼，所以这八九这过迄个南西有八方啦吼，多二天、条毛天、化禄天，哦，刀术天、插花自在天啦吼，这是第六天的这个魔王啦吼，就是咱讲破血，咱讲破血迄破血吼，这是逐代最高的迄个桃花自在天啦吼，神就是不需要自己的行动来，而爱天下化作，以他人之乐，之乐有义自在有气啦，互我桃花自在，伊即摆这段时间解说着这桃花自在伊的这个本质啊，不然咱因啊。毋是要讲这物件，是互咱了解讲，咱有六界甲色界甲无色界，吼，这上天吼。那初禅，这语讲是色界，色有一个有色相，吼有一个。